还没睡呢？没呢。哎，我今天想跟你说点事儿。说呗，什么事儿？前两个我跟阿姨说是这经济适用的，对你非常的体贴，对你非常的好，对你百依百顺。而且你想像我这样的条件，冬天可以趟风，热天可以做好呀，所以应该讲条件还是不错的。所以我希望你两个人可以进一步的发展可能。我又没逼你对我好。我不是这样讲过，那不是语意思表达出来，那非洲能上去陪我看电影呢？那看电影就得跟你好，跟我看电影人多了去了，都得跟他好嘛。啥是讲哎？这讲啥？我不是现在是中年了，这个我呢有钱都不得了，你不希望跟我一台哥哥喊你去？小白回头跟你说吧，就算你是亿万富翁，我也不会跟你好的。你又不够成熟稳重，一天到晚无所事事，在我心里只有施老师才是完美的，我就喜欢他那种。你不是我的菜，你就死心吧。那不再考虑的？不考虑。真的没希望了。大块蛋，你他别办办哦。你可你家来屋里啊，侬到外甥面搭了昏内了冲了。还是哪讲的？来我讲的很，这外甥不是全家门，你看你这外甥做啥嘛？啊，好的很，人来了，为谁动你啊？整个过程那个做女人才会得迷，这正常啊。乖乖龙地洞，韭菜炒大葱，你帮帮忙啊！啥子帮帮忙不是错啊？像我这种艺人，你看，比如讲杨幂，看见我这种艺人出去马上怕混的。混去了，我看着不但还混过去个样嘛。现在不是他这个男人我厉害，我叫女的了吃混不走。是呀，还有一份狗嘛，那我打喷嚏啊！哦，你们搞走廊切记我着，搞什么？你别讲，我追来的。哎，大块蛋，你讲一个事体哪弄法呢？我来想，要么你牺牲他一次啊，你叫他谁得去？我牺牲，我想牺牲上来，我牺牲他一个嘛，还就你一个嘛。说是你牺牲一次。对，不过你现在叫是胃口的。啥胃口呀？你是吃素不吃荤，吃菜不吃肉的人。像我这种农渔差这样饭山这个样一张，那哪看得中啊？不带你胃口过。那是，你这生配嘛，我看最后红喊到了了嘿。说啥生活呗？啥叫我这生配了？我帮你讲，我觉得西塔绵阳公司侬做起来是够的。我都胖不能你胖了，我天天动力低的马克马。想多着呢。真的呀，但辰光非少讲啥个教人，你还教工人呢？到20、30岁单听我看啊，不看的意思。看啊，不看呢。我看你也看教两只眼睛啊，就像娃子那看见鸡了嘿，两只眼睛发光。哎，教。我刚我来想，我哪会到那进来了？哎，你当我真的有点少个，好傻逼，或者是我晒他这两只太子。哎呦，不对哇！2个喷嚏，一时两抹3千几，啥叫他摸我啊？妈呀！哎，可啊，30几岁个人了，一点点轻了呀。邻居到屋里向有我这种长辈坐镇，非这个是我留的啥个钱呢？妈啊，去哪里啊？听起来多了好大的听句这个懂我感。不在寂寞中恋爱，就在寂寞中变态。哎，这是啥个意思啊？巨乳的。少干事吧，快点去做功课吧。哎，快点去。哎，对不对，快点。我觉着冰冰干啥有点子。哪了？你看娇娇，一高头来收罪，人生地不熟的。人家要动脑筋，动胆子，死他一身烂的。哎，你们怕你抓那个大鱼？我离得3个喷嚏啊！去什么呢？我伤心嘛，侬帮忙。难得啦。现在年纪轻个人，啊，说出爷娘带过了对劲了，啥人肯去相亲啊？那再比方讲，现在交友手段非常的多，比方讲电脑浪向，有微博，有 QQ， 甚至浪向有陌陌，有微信，这个人是勾搭成奸的神器啊！不对，交友的神器啊！那这个几分钟辰光，我本身的事体，
我不是的事体，你不能叫。你非买中专家长啊？自家看了带伊一把年纪这个光棍一个人，我真当然没教教了，我讲人家的。不是我的问题啊，对，我现在忙事业。你嘛啥事？你西太平洋公司这个忙得我家也进去啊！真的，马上听完。那家水动力真的对着你吧，进来，马上第一年升级为那个楼主去的。真的？干啥呀？绝对的啊！你这种自家你真是动力个事体，我娘骂的你去噻，肯定是干出来吧？我晓得快点，我挂中国不哪对，哪有人还这动力个事体呢？我去年我觉得还非做这种事体啊！哎，整个谁了？哎，大快点啊！你到阿姐，是别多年，可是那样你能真的这么也做了？我跟你讲，太难讲，不要去办这个事体的，那不是看人家自家努力的事体，难些的。就是什么？我发现2天都不对。为啥不对？你不晓得？我晓得啥么子？书本，跟这个家家跟那张两高头的口水包，两张面孔贴得近是近得来，贴得一来气夸了。我书本这边还有写得了，不过来这你三个烂桃，我个家没得了。啥人管呀？我哪不客气呀？现在是副大兵做功课做啊。大快点，这来个一让我去，你口口一让我去哪弄法啊？弄好啥写得出问题。死盘子！人跟人的辰光长了，总归会有点沟通的。你想呢？这个家教还没第2份人头上班，屋里向人2个奴隶，除脱我的水平，所以是最好的办法。啥办法？我的新的奴隶工，硬去。你讲的对了，我看这样对。啊，我为侬是离来到儿子离来也接过来，我会让个离来当教教。联络一个感情，说不定这两高头一年了，啥事体才觉得。这个李啊，我跑得开。当然是跑得开了。你个神啊神气的了，是对着花样美男，韩剧男主角，把我记住。另个，有还是可的。那么马上听吧。其实生活帮你出这个还有个点子呢，有个对子的事体。对子的事体啊？关于地址有啥用呀？切，关于地址这样弄的，哎，得多难别干。你要是让我搬到2个撮合到一起的嘞，你看我弄不办，一个不办啊，包括士兵的司马弄的，我谁不能，真的，谁不能去做啥对子啊嘛？意外的。阿信，你这个把那个车啊，那个喷子打那个无价的了，说你那没得上去滚啊？啊？哎呀，没得人家必要被喷出来个的，哎，确实真叫。哎，这么意外的。没的。多少钱啊？来，我出行了。地址哪做行哪做啊？那个干啥8斤多嘞？那啥子？我去打个电话，你今年到我李来市啊。不是你去哪？李来市跑这里了。我去，你那是去那刀鼓上门了？你快出去上！什么神经病的2个嘞？我打游戏，我不能。哇塞，真的。上趟不是刚发到儿子也交来个朋友嘛？我那边呢有个好生子，也是那种好大拉斯个囡，哎哟，我新娘长得蛮别致的。哎，对，长得蛮漂亮的。我讲我想拍到儿子嘛，年龄也差不多。哎，你看侬到2个头交来一两男孩。他个呀，哎，搿么非讨人家的，我看着金家老汉。哎，对，那得先弄到儿子接过来。哎，顺道便帮我弄搿个跑口边也带过来，哈。哎。见到儿子长得精神点哦，好了，客气，好了，跟我对些位啊，再玩。啥事体？他娇想啥个亲啊？哎呦，书本来开书，谁来不理了？哎，姐，啥气啦？娘舅跟他谈谈心来，比这个人有的了。谁是我娘舅啊？我又不是士兵什么人，凭什么占我便宜？我哪见他那便宜好呢？娇呢，想，人家本身个人的，啥子？
我不说这个事情一点点没啥落来的。我帮他想想看。我的事不要你管。上节不要我管了，同在一个屋檐下，那个事体是我的事体。还有小想中的些猴子了。哎，你讲给我听听呢，讲给我听听，我帮你看。没有。太了我还你看看，现在00后谁来搞朋友的？你冰冰了，在拉向7点半，正如宾利东东来这里的。腰里向来是明明5点半正如在那里送的。你熬上幸福费，他放心啊！你看你阿春哥演出，搭个公交车。小快蛋，他干啥么子呀？人家明明把东东都要来自家开车子送自家儿子去带的，你冰冰嘛这个那他顺风车呀？搿也不是哇，明显是你冰冰拖得来这有海车子。少年汉爸爸妈妈没同意呀。这买的吃泡子老少的不可吃，弄得嘞我来动物面前连鼻子也没子。哎，叫，做女人做的好，不是教的好。那是非高本事像你宝宝一样的穷人啥？我你搞啥么子啊？你跟上你活噶？还是以兵多穷要穷啊？来去听这个娃哈哈的中青的中美药啊？哎，是的，太我啊！你看，娇，你也不想爷爷的。怎么的？就许你摇一摇，勾到人家妹子，就不许我摇一摇找高富帅啊？哎，这是不是高级国际少年呢？孩子这个东西。哎，娇，你多废，我这些爷，哎，种忙碌的么事啥也不想干，而且他推行啊，他做屁啊，在那个里向，而且的上趟呢有个人哪是用啥个就爷的，爷，结果小红们分爷的熬不高，爷出来个强奸犯，这个种人，哎，他非常当，对的。来头发没分起来也。哎呀，这个帮米肉都不得了啊！哦，你叫王来了，你认识啊？我认得个，海城侯中区第一高富帅，万事俱备，只等差遣。谁输了你还不兴趣？你还有本事呢，开日过来不想想。喊就喊，有什么不敢呀？你好，我是住在你隔壁203的，你能在2分钟之内过来吗？来。这张手举动不太好了，哎我后期上是来的。老王，我认得我了呀？耶，那是你呀，那个死头！我的姓美，你觉得弄错了吧？我哪去弄错你呢？所以美女说了还得了，我能看。真的这个哦，民主，快，1分50不灭，分到2分钟了。不得了，我真的是，刚刚从插7倍出来，这帮说好，我这出去200个平方绑房子半年。200个平方我就去了，那真的还我一个人的。200个平方，你知道他俩地住也不够啊？我帮你讲，你二下的房子啦，哈巴拉那全部插光，规定高几百地米的啦。你看，还跟阿哥一起吃了一半。拉菲了，路易13了，随便的地，谁吹出皇家礼炮嘛？阿哥把那来推发完呐啊！我在听说这个后头我边浪向有几位弟妹喊的，你还记不记得？还没。哎，来来啊，你说我没本事呀？哎，我猜得了，叫你来我这样走。来，没事的啊，那个人不要三个夜到底出去不香，老的身上拿个天，反正是伤风感冒是哪办？你还身上死的都养人拿接的，一精神啊个，你看来不强的呢？那个哥哥子啊个，弄得来吃的。农夫还是那种的。你把啥？谁呀？哎，小李啊！哎，小李你好。哎，快点进来。哦，谢谢。佳佳，给客人倒杯水。哎，陈老师，咱们先拍个照，我发个微博。哦，好。好嘞，好，里面请，来，里面请坐。
老师人漂亮，家里装修的也漂亮。哎，开呢？哎，王律律，你怎么在陈老师家里？这个谢林那个我谢弟兄，谢弟兄。你不在家里好好反省，你又出来瞎逛什么？没逛，他把我摇过来的，你不信你问他，你不信你问他。王律律，你是不是下午在我派出所里喝茶没有喝够啊？我警告你啊，你要是再用微信骗财骗色的话，中国劳教制度还没有废除。你是不是想做最后一个被劳教的人？自个不像微博、微信开心的来，我干我了，真叫。王律律你嘀里咕噜在说点啥？没有，我是说李警官，你一定是在发微博宣传安全知识是吧？你吗？哎，都回来我是对的啊！哎，赶紧起来这个，我进场。手最近的什么？哎，那个奔驰啊！什么奔驰？奔得挺快。你去窗口看看，他开的啥？又可以发微博了。原谅，我们选择绿色；酿造，我们秉持传统；品质，我们追求卓越，造就了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烁着绿色的光芒。龙凤上汤圆，只磨当季上等糯米，只选纯正单壳黑芝麻，唯有传统水磨千回百转，才有龙凤香醇上汤圆。苏州德奥电梯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新民先生携全体员工恭祝苏州市民新年快乐，万事如意。1分钟还原秀发损伤。欧莱雅1分钟奢焕润发霜，3倍修护成分，发膜及护理，一抹一冲，解决干枯、分叉、毛糙、暗哑、脆弱5大问题。欧莱雅1分钟奢焕润发霜，你值得拥有。降龙抱节去，金蛇送喜来。在这辞旧迎新的欢乐时刻，先锋木业向大家拜年了，恭祝大家蛇年大吉大利，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平安幸福。金龙摆尾辞旧岁，银蛇翘首贺新春。在这辞旧迎新之际，苏州恒福珠宝向大家拜年了，恭祝大家蛇年行大运，万事更如意。金龙摆尾辞旧岁，银蛇翘首贺新春。在这辞旧迎新之际，旭日装饰向大家拜年了，恭祝大家蛇年行大运，万事更如意。我来自苏州银行，我拥有银行金融功能，我具有社会保障功能，我还有公共服务功能，这就是苏州市社会保障市民卡。降龙抱节去，金蛇送喜来。在这辞旧迎新的欢乐时刻，苏州艾斯特美容向大家拜年了，恭祝大家蛇年大吉大利，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平安幸福。金蛇狂舞春天彩，玉树临风喜满门。在这辞旧迎新的节日里，天平山景区恭祝全市人民新春快乐，万事如意，阖家幸福。我叫陈果，是一名苏大的学生。我喜欢唱歌，以前经常参加一些比赛，但是呢，练歌就比较麻烦一些了。现在我想唱歌，只需要打开手机，打开唱吧，唱完以后还可以上传回放，不经意间，我还成为了一名网络歌手。能够随时随地的唱歌，我觉得很幸福。中国联通。金蛇狂舞春天彩，玉树临风喜满门。在这辞旧迎新的节日里，苏州国美电器恭祝全市人民新春快乐，万事如意，阖家幸福。你品味到的洋河大曲是1000年之前。好德家装饰建材广场自营家装，装修一省再省。你买建材我免人工，更有名品建材折上折。
好德家用心给你更好的家。苏州一家人，联通一家亲，中国联通苏州分公司，请您共同欣赏。在陈老师家，遇到下里偷油的嫌疑人，经教育后认错，态度良好，身心发送。娇娇，你再过这个山里啊，我到这个冰冰去买哈根达斯的啊。哎，你也玩微博啊？是啊，你也玩微博啊？啊。哎，要不你加我一个？我是那个叫派出所小李，你看有2万粉丝，2万粉丝。派出所小李，这个。哎，对，行，咱们互粉一下啊。好嘞。 2万粉丝呢。我2万粉丝，你们2万3余呢？好难看，可难找人算的嘞。哎，老公，你讲你是未来分儿子等等的哈？是你们，当然还讲，我讲实在是蛮真怕的。啊对，那个从马上说句来实话，但我比为特别的。哪有这个样子呢？我呢，这个小伙子啊，能够申购90%的手机小伙子。咁当然个了。哪意思啊？还是想男女吃能菜啊？男女吃能菜了，我是想让男的男女没能菜吃。这么真假？也嘞。哎，搿子吧？哎，你屋里向个附近马路拿这个面膜一盖脱噻？啊是有人推你屋里向马路啊？当然了，我当然也盖了。搿么你刚才盖啥物事啊？防厚、防烂、防泄水。弄得自家湖南做啥我？哎呀！哪地方还加油？防火、防盗、防小三。搿娇娇呢，在大门树林的，我觉得2个人还蛮配的呢。2张画布，哎，侪说了几个，阿拉有点夫妻相。我的真的，你还不想想的？娇娇写了，至于你才出头一点的，已经记得人家叫他对这样子吃板子打空山，基本没事体做。哎哟，真叫好，人家娇娇说了，你知道没几天了，已经弄得当自家人做啊是嘞。哎呦！哎，有电话。哎，张所啊，那个传销的头头抓住了，要连夜审讯。好的，没问题，啊，好的，没问题。那行，那我现在就回去了。好。哎，陈老师，不好意思啊，我们单位有点急事，我得先回单位一趟。好，哎，那你先忙啊，再见，慢走，下次再来玩啊。哎，好，再见啊，再见。哎，姐姐，有这样关系惹你哪家？还好吧，现在警察也喜欢玩微博啦。哎，我帮你讲啊，现在人穷哈个，人也长得神气，是个人也来实。我讲呢，工作也不错，是个警察。但是呢，工作慢一点，我觉着。但是呢，去找我老公那个人呐，对呢，还有个叫。我就是不是很喜欢他那个梳的跟狗舔似的头。我爸不是每天都得发梳成个样，像狗舔的一样的。你看一宝宝。哎呀，那我不喜欢年纪轻轻就把头发梳的跟狗舔的一样。妈妈，爸爸，妈妈去冲水的，去洗子。那，哎呀，那个你这个，哎呀，是俺不当心的了你呀。我哪晓得呢？真叫好。哎呀，这个下趟真的当心的，你哎呦当心，啊，哎呦，快得回来了。来，别叫，哎呀，你看那面孔贴到啥么子，总有啥用场呢？这种面膜啊，你品味到的洋河大曲是1000年之前。一定要办2城1家，不用换手机号，接电话不要钱，打电话每分钟不超过2毛9，
还送30分钟12582免费通话，在外都不容易，回家过个好年。神州行，我看行。美莱真美十分，注射除皱，肌肤紧致年轻；注射整形，重塑完美五官。苏州美莱美容医院。金蛇贺岁，盛世欢腾，红蚂蚁鼓动新春第1会，幸福家装消费特权行动3月3日全线启动，全新品质，全新服务，给你最硬的消费特权。红蚂蚁高品质家装。苏州广电总台文化产业旗舰，颠覆想象，闪耀呈现。现代传媒广场引领时尚，巅峰地标，国际影视娱乐城，休闲娱乐，财富尽享。苏州演艺中心穿越古今，传承荣耀，携入驻商家，祝全市人民新春愉快，蛇年大吉。招商电话6529360369150528。金龙摆尾，辞旧岁，银蛇翘首，贺新春。在这辞旧迎新之际，苏州同济医院向大家拜年了，恭祝大家蛇年行大运，万事更如意。爆竹新祝福，银蛇乐报春。摩天轮公园给全市父老乡亲拜年了，在新的一年中，祝愿四海同春，百业兴旺，美丽中国吉祥幸福。热烈祝贺以下企业和楼盘荣获最具影响力称号。在朗诗青春系，即使75平米的小户型，也能拥有南北通透的2室2厅和7大收纳系统，足以挑战100平米传统户型，让3代生活安乐舒适。朗诗未来街区青春版科技住宅，伟业迎春乐家正当红，88至113平米2房3房，1月惊艳上市，年末聚会5.8万，购房狂享3重好礼，限量特价房每平方米6320元起，咨询热线63180000。万科天翠地标崛起，全新产品即将面世。镇关金鸡湖镇北1线湖景大展，对话世界的角度，震撼只待亲身体验。62888888。河景峰汇国际人民路100万城邦王者登峰，珍藏8期，新品上市，88至132平米经典户型全程预约，贵宾热线6731888。都说年轻人扛不了重头戏，我靠肩膀扛给你看。让肩膀没有头屑困扰，才能专注挑战。新海飞丝男士专用，动力新，激发3重去屑力量，深入、快速、持久去屑。男人不屑肩膀，赢得挑战。新生代男士去屑，当然海飞丝。保洁。苏州一家人，联通一家亲，中国联通苏州分公司，请您共同欣赏。苏州人家欢乐多，人人都是开心过。你吃的来，我吃侬。神器啊，不对，就是交友的神器啊。那这个几分钟辰光，5步深的事体，5步数的事体，你看得交流。免费买中专家长啊，自家看了带一把年纪的光一个人，我真当时没交流了，我讲人家的。不是我的问题啊，对，我现在忙事业。你忙啥事？你西太平洋公司这个忙得我家也进去啊！真的，马上就完。那家水动力真的对个你吧，进来，马上第1年升级费那是弄不起的。真的？干啥事啊？绝对的个啊！你这种自家人生是动力个事体，我娘骂了你去噻，肯定先改说那个吧。我晓得快点，我把中国不哪对，哪有人还这动力个事体呢？我去年会得还非做这种事体啊！哎，整个谁动力？哎，大快点啊！你大家，是别多年，可是两年怎么这么快就做了呀？我跟你啊，太难了，别去办这个事体的，那不是看你那自家农民的事体，哪些的？就是什么？我发现2天都不得。为啥不得？你不晓得啊？我晓得什么呢？书本，跟个家家
跟你张两高头的口水包，两张面孔贴得近是近得来，贴得一来气垮了。我个水兵这边还有些到了不来的你三个烂汤，我可讲没得了。啥辰光啊？我哪能看见呀？现在是副大兵做功课做啊。大快点，不来个一样下去，你看看一样下去哪弄法啊？侬讲啥现在出问题？死他是！人跟人的辰光长啊，总归会得有点沟通的。你想呢？搿个娇娇还没第二份人的上班，屋里向是两个囡儿，除脱我是水兵，水兵所以是最好的办法。啥办法？外头寻个男人过来，硬去。你讲得对了，我看这样对。啊，我为侬是李兰到儿子李兰一接过来，我会让个李兰帮娇娇联络联络感情，说不定到两家头一年了啥子才晓得。这个李兰哎呦，我跑得开。当然被你跑得开了，你个什么神奇的了？现在是花样美男，韩剧男主角，好把我记住。灵个，有还是看着。那么马上听吧。其实生活方面出这种还有个点子，来看个对子的事体。大姐不要我管了，同在一个屋檐下，那个事体是我的事体。还有少想中国些猴子了。哎，你讲给我听听呢，讲给我听听，我帮你看。没有。太了快的，你看看，现在00后谁来干嘛有的？你冰冰了，在那向吃点半，正如兵力东东来这里的。腰里向来是明明5点半正如在那里送的。你熬上辛苦费，他放心啊。你看你阿成哥演出，搭过公交车了。小快点，他干啥么子呀？人家明明把东东都要来自家开车子送自家儿子去带的，你冰冰嘛这个个他搭顺风车呀？这也不是我，明显是你冰冰拖得来这有害车子。少年汉子爸爸妈妈没懂你呀？这买的吃泡子老说的说可是弄得来，我来动物面前是鼻子么子？哎，叫，做女人做的好，不是搞的好。那你非要搞本事像你宝宝一样的穷人啥？我你搞什么子啊？你跟上你活个？还是以兵做穷要穷啊？那其实那个娃哈哈的中青的种美药啊？哎，哎我啊！那个。娇娇，你也不像爷爷的。怎么的？就许你摇一摇，勾到人家妹子，就不许我摇一摇找高富帅啊？哎，这是不是高级国际少年呢？孩子这个真的。哎，娇娇，你多费，我这手机也，哎，种网络的么子啥也不想干，而且他推信啊，那照片啊，在那个里向，而且的。上场呢，有个人拿着用啥个就爷爷的，结果小红们分也在外部高也出来个奖给位，这个中人，哎的非常大，对的。从来头发没分起那也，哎呀，那个玩意米肉都不得了啊！哦，一件瓦来了，你认识啊？我认这个。海城侯中区第一高富帅，万事俱备，只等差遣。谁许了他不兴趣？你还有本事呢，开日够了不噻？还没睡呢？没呢。哎，我今天想跟你说点事儿。说呗，什么事儿？前我跟阿姨说是这经济适用，对你非常的体贴，对你非常的好，对你百依百顺。而且你想像我这样的条件，冬天可以趟风，热天可以做好呀，所以应该讲条件还是不错的。所以我希望你两个人有进一步的发展才可能。我又没逼你对我好。我不是这样讲过，那不是意思表达出来，那非洲人上去陪我看电影呢？那
看电影就得跟你好，跟我看电影人多了去了，都得跟他好嘛。啥子讲闲话？这讲啥？我不是，现在是中年人，这个我嘞有前途都不得了，你不希望跟我一台过汉年去？小刘回头，跟你说吧，就算你是亿万富翁，我也不会跟你好的。你又不够成熟稳重，一天到晚无所事事，在我心里只有施老师才是完美的，我就喜欢他那种。你不是我的菜，你就死心吧。那不再考虑考虑的？不考虑。真的没希望了。大块头，你他别办办哦。难看你娇娇来屋里啊，侬到外甥面搭了昏内了冲了。还是哪讲的？来我讲的很，这外甥不是全家门，难看你这个外甥做啥嘛？啊，好的很，人来了，为谁同意啊？整个过程那个做女人才会得面，这是正常嘛？乖乖龙地洞，韭菜炒大葱，你帮帮忙啊！啥子帮忙忙不是错啊？像我这种艺人，你看，譬如讲杨幂，看见我这种艺人出去马上怕昏的。昏去了，我看着不但还昏过去个样嘛。现在是他这个男人有点狠，我娇娇女的了吃荤不熟。哎呀，哎，疯狗嘛，让我打喷嚏啊！哦。你们告诉我让切记我着，告诉妈你别讲，我最来的。哎，大块头，你讲一个事体哪弄法呢？我在想，要么你牺牲退去啊，你叫啥谁得去？我牺牲，我这样牺牲上来，我牺牲退一个嘛，还就你讲嘛。都是你牺牲去。对，不过那些的叫做违规。啥违规啊？你是吃素不吃荤，吃菜不吃肉的人，像我这种农渔差这样反三这个样一张。那哪看得中啊？这对你违规过啊！但是，你这身配嘛，我快最红喊到了了嘿。说好呗，少见我这身配了。我帮你讲，我觉得西套面公司我做起来之高哎，我都胖不能你胖了，我天天动力低的马克嘛。瞎兜着呢。真的呀，但辰光费少，讲少个教的，你还教工人呢，导致20-30岁单听我看啊，不看的意思。看啊，都看你，我看你也看娇娇两只眼睛啊，就像往处上看见鸡了嘿，两只眼睛发光。哎，看娇娇，我刚我在想，我哪会到那进来了？哎，你大概真的有点少个，好上一回是我晒脱这2只拍子。哎呦，不对哇！2个喷嚏，1时2抹3千几，少年了磨我啊！妈呀！来看啊，30几岁个人子，一对对亲的呀！你去到屋里向与我一种长辈作证，非这个是我留的啥个钱的？妈啊，去哪里啊？今天我来和大子听句这个动物感。不在寂寞中恋爱，就在寂寞中变态。这是啥个意思？巨无的，少吧，快点做功课吧。哎，快点吃。哎，对不对，快点？我好像冰冰干的有点子。哪了？你看娇娇，一搞你来收罪，人生地不熟的。人家要动脑筋，动得你是死脱你身上的。哎，你们把你叫那个大鱼。我里头3个喷嚏啊！干啥么呢？我伤心嘛，侬帮忙。哪得啦？现在年纪轻的人啊，还说出爷娘带过了对劲了，啥人肯去相亲啊？那再比方讲，现在交友手段非常的多，比方讲电脑浪向，有微博，有 QQ， 甚至浪向有陌陌，有微信，这个才是勾搭成奸的事。这个日子啊，关于地址有啥用呀？切，关于地址这样弄的，哎，得多难别干。你要是让我单独2个撮合到一起的嘞，你看我弄不办。一个不办啊，包括士兵的4万弄的，我谁不能？真的？谁不能去做啥对子啊嘛？意味的。你这个把那个车那个喷嚏打那个副驾来了，说你那磨得上去滚啊？啊？哎呀，磨得你个鼻呀被喷出来个的，哎，是不是真叫？哎，根本意味的。没的。多少钱？啊
来，我粗心了，啊是地址哪做行哪做啊？那干啥把钱都来？没啥子，我去打个电话把你今年找个李老师啊。不是你去哪？李老师不找你了？我去，你那是去那捣鼓上门了？快出去噻！什么神经病那两个嘞？我打游戏我们的。哇塞，真的。上趟不是刚把到儿子也交来个朋友嘛？我那边呢有个好生子，也是那种好大拉斯个囡恩，哎哟，我新娘长得蛮标致的。哎，对，长得蛮漂亮的。我讲我想把到儿子嘛，年龄也差不多。哎，你看侬到两个头交来两的哈？哈个呀，哎，搿么非讨你家子，我看着金家了哈。哎，对，那得先弄到儿子接过来。哎，顺道便帮我弄搿个绑口边也带过来，哈。哎，见到儿子长得精神点哦。好了，客气，好了，搿么多谢位啊，再会。啥事体？得悄悄想杀个亲吧。哎呦，苏北来着，开除，谁来不理了？哎，这少好气啦！娘舅跟他谈谈心来，比这个上有的了。谁是我娘舅啊？我又不是士兵什么人，凭什么占我便宜？我哪给他那便宜好呢？娇来想想，人家本山个人呢，啊子，我不说这个事情一点没啥落来呢。我帮他想想看。我的事不要你管。还没睡呢？没呢。哎，我今天想跟你说点事儿。说呗，什么事儿？前我跟阿姨说一些经济适用的，对你非常的体贴，对你非常的好，对你百依百顺。而且你想像我这样的条件，冬天可以趟风，热天可以做哈呀，应该讲条件还是不错的。所以我希望你两个能有进一步的发展才可能。我又没逼你对我好。我不是哪讲过？那不是意思表达出来，那非洲那上去陪我看电影呢？那看电影就得跟你好，跟我看电影人多了去了，都得跟他好嘛。上次是讲呀，这讲啥？我不是现在是中来的，这个下来有钱都不得了，那不希望跟我一台过汉年去。小白回头跟你说吧，就算你是亿万富翁，我也不会跟你好的。你又不够成熟稳重，一天到晚无所事事，在我心里只有施老师才是完美的。我就喜欢他那种，你不是我的菜，你就死心吧。那不再考虑的？不考虑。真的没希望了。大块蛋，你他别办哦。你看你家来屋里啊，侬到外甥你在那混内了冲了。还在哪讲呢？来我讲的很，这外甥不是全家门，你看你这个外甥做啥嘛？啊，好的很，人来了，为谁同意啊？整个过程你看做女人才会得面子。乖乖龙地洞，韭菜炒大葱，你帮帮忙啊！啥子帮忙不是错啊？像我这种男人，你看，比如讲杨幂，看见我这种男人，出去马上怕昏的。昏去了，我看着比他还昏过去个样。现在是他这个男人有点狠，叫女的了吃荤不熟。哎呀，哎，一份狗嘛，那我打喷嚏啊！哦。你们告诉我让亲戚我这，告诉妈你别讲，我追来的。哎，大块蛋，你讲一个事体哪弄法呢？我来想，要么你牺牲他一啊，你叫啥谁得去？我牺牲，我想牺牲上来，我牺牲他一个嘛，还就你讲嘛。都是你牺牲一件。对，不过那些都叫做违规。啥违规啊？你是吃素不吃荤，吃菜不吃肉的人，像我这种农渔差这样反山的那一张，那哪看得中啊？这带你违规过。那是，你
只审配嘛，我看最后红喊到了了嘿。说啥心情好嘞？啥节我只审配了？我帮你讲，我觉得四套面公司我做起来是够的。我头胖不能二胖了，我天天动力低得马克马。瞎兜着呢。真的呀，但辰光费少，讲少个教教人，你还教教工人呢？导致20这边单听我看啊，不看的意思。看啊，都看呢。我看你也看娇娇两只眼睛啊，手想话出来看见痣了嘿，两只眼睛发光。哎，看娇娇。我讲，我来想，我哪会到那进来了？哎，你大概真的有点少个，好傻逼，或者是我晒他这两只摊子。哎呦，不对哇！2个喷嚏，一时2抹3千几，上你了磨我啊！妈呀！哎，呵啊，30几岁个人了，一对对亲的呀！邻居到屋里向与我一种长辈作证。原谅，我们选择绿色。酿造，我们秉持传统；品质，我们追求卓越，造就了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烁着绿色的光芒。龙凤上汤圆，只磨当季上等糯米，只选纯正单壳黑芝麻，唯有传统水磨千回百转，才有龙凤香醇上汤圆。苏州德奥电梯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新民先生携全体员工恭祝苏州市民新年快乐，万事如意。1分钟还原秀发损伤。欧莱雅1分钟奢焕润发霜，3倍修护成分，发膜及护理，一抹一冲，解决干枯、分叉、毛糙、暗哑、脆弱5大问题。欧莱雅1分钟奢焕润发霜，你值得拥有。降龙抱节去，金蛇送喜来。在这辞旧迎新的欢乐时刻，先锋木业向大家拜年了，恭祝大家蛇年大吉大利，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平安幸福。金龙摆尾辞旧岁，银蛇翘首贺新春。在这辞旧迎新之际，苏州恒福珠宝向大家拜年了，恭祝大家蛇年行大运，万事更如意。金龙摆尾辞旧岁，银蛇翘首贺新春。在这辞旧迎新之际，旭日装饰向大家拜年了，恭祝大家蛇年行大运，万事更如意。我来自苏州银行，我拥有银行金融功能，我具有社会保障功能，我还有公共服务功能，这就是苏州市社会保障市民卡。降龙抱节去，金蛇送喜来。在这辞旧迎新的欢乐时刻，苏州艾斯特美容向大家拜年了，恭祝大家蛇年大吉大利，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平安幸福。金蛇狂舞春天彩，玉树临风喜满门。在这辞旧迎新的节日里，天平山景区恭祝全市人民新春快乐，万事如意，阖家幸福。我叫陈果，是一名苏大的学生。我喜欢唱歌，以前经常参加一些比赛，但是呢，练歌就比较麻烦一些了。现在我想唱歌，只需要打开手机，打开唱吧，唱完以后还可以上传回放，不经意间，我还成为了一名网络歌手。能够随时随地的唱歌，我觉得很幸福。中国联通。金蛇狂舞春天彩，玉树临风喜满门。在这辞旧迎新的节日里，苏州国美电器恭祝全市人民新春快乐，万事如意，阖家幸福。你品味到的洋河大曲是1000年之前。好德家装饰建材广场自营家装，装修一省再省。你买建材我免人工，更有名品建材折上折。好德家用心给你更好的家。苏州一家人，联通一家亲，中国联通苏州分公司，请您共同欣赏。在陈老师家，遇到下来会有一个嫌疑人，经教育后认错，态度良好，身心发送。
哎，娇娇，你再过3个3里啊，我到搿个冰冰去买哈根达斯的啊。非这个是我楼的啥个强的？妈啊，去哪里啊？今天我来和大人听句这个同我讲，不在寂寞中恋爱，就在寂寞中变态。哎，这是啥个意思啊？句我的，少讲，快点去做功课吧。哎，快点去。哎，对不啦，快点。我觉着冰冰讲他有胆子。哪了？你看娇娇哦，一高头来收罪，人生地不熟的。人家要动脑筋，动得你死透身啦呢！哎，你们把你叫那个大鱼。是，我李大三个喷子啊！去上门啊？我伤心嘛，侬帮忙。哪得啦？现在年纪轻的人啊，还俗称爷娘带过了对劲了，啥人肯去相亲啊？那再比方讲，现在交友手段非常的多。比方讲，电脑浪向有微博、有 QQ。甚至来讲，有陌陌、有微信，这个人是勾搭成奸的神器啊！不对，交友的神器啊！那这个几分钟辰光，下半身的事体，下半身的事体，你看得交你非买中专家长啊！自家看了带一把年纪的光一个人，我真当时没交交了，我讲人家的。不是我的问题啊，对，我现在忙事业。你忙啥事？你西太平洋公司这个忙得我家也进去啊！真的，马上就完。你讲水动，你真的对个你吧，进来，马上第一年升级为那是弄出去的。真的？干啥事啊？绝对的个啊！你搿种自家人真是动力个事体，我让外头人去噻，肯定先干出来吧。我晓得快点啊！我挂中国不哪对，哪有人还这动力个事体呢？我去年会得还非做这种事体啊！哎，真个塞了。哎，大快点啊！你阿姐，是别多年啊！搿是不是你能真的这种关系做来啊？我跟你讲，太难做了，非要去办这个事体的，那不是看人家自家努力的事体，难些的。就是什么？我发现2天都不对。为啥不对？你不晓得啊？我晓得啥么子？书本，跟搿个娇娇，跟人家两家头来看书包，两张面孔贴得近是近得来，贴得一来气夸了。我个书本这边还有写得了，搿来人你三个烂汤，我搿家没得了。啥辰光啊？我哪没看见呀？现在是副大兵做功课做啊。大快点，不来吧，让我去。你看让我去哪弄法啊？侬搞啥现在出问题？死太子！人跟人的辰光长了，总归会得有点沟通的。你想呢？搿个娇娇还没第二份认得上班，屋里向人2个囡儿，除脱我的书本，除脱书本这个，所以说最好的办法，啥办法？外头寻个男人过来，硬去。你讲得对了，我看这样对。啊，我为侬是李兰到儿子李兰也接过来，我会让个李兰帮娇娇联络联络感情，说不定到两家头一眼了啥子才晓得。这个李兰哎呦，跑得开。当然被你跑得开了，你个什么神气的了？现在是花样美男，韩剧男主角，好把我记住。灵个，有还是看着。那么马上听吧。其实生活方面出这个还有个电视呢，看个对子的事体。对子的事体啊？关于地址有啥用呀？切，关于地址这样弄的，哎，得多那边干。你要是让我搬到2个撮合到一起的嘞，你看我弄不办，一个不办啊，包括士兵的司马弄的，我谁不能？真的？谁不能去做啥对子啊？嘛？意外的。是，你这个把那个车呢，那个喷子打那个无家的了，说你那摸得上还结棍啊？啊？哎呀，摸得人家鼻呀被喷出来个的，哎，是不是真叫？哎，这么意外的，没问题。多少钱啊？来，这我出行了。地址哪做行哪做啊？那个干啥保险多嘞？那啥子？我去打个电话，你今年到李兰市啊？不是你去哪？李兰市保证的啦。我去，你那是去那捣鼓上门了？你快出去噻！
什么神经病的两个嘞？我打游戏嘛，奇怪在真的。上趟不是讲摆到儿子也交来个朋友嘛？我那边呢有个学生子，也是那种学堂老师个囡恩。哎哟，我新娘长得蛮标致的。哎，对，长得蛮漂亮的。我讲我想摆到儿子嘛，年龄也差不多。哎，你看侬们两个头交来一两男孩。阿妹呀，哎，搿么非讨日脚子，我看着紧张了哈。哎，对，那得先弄到儿子接过来。哎，顺道便帮我弄搿个绑口边也带过来，哈。哎，见到儿子长得精神点哦。好个，客气，好个，搿么多谢位啊。再会。没啥事体，得娇娇想啥个亲吧。哎呦，苏北来着，开除，谁来不理了？哎，娇娇，少好气啦！娘舅跟他谈谈心来，比这个样有的了。谁是我娘舅啊？我又不是士兵什么人，凭什么占我便宜？我哪见他那便宜好呢？娇娇，你想想，人家本山个人的，啊是？我不说这个事体一点没啥落来呢。我帮他想想看看。我的事不要你管。上级不要我管了，同在一个屋檐下，那个事体是我的事体。还有少想中国些猴子了。哎，你讲给我听听呢，我帮你看。没有。太多快的，你看看，现在00后谁来搞朋友的？你冰冰了，在浪向吃点半，正如冰里东来这里的。腰里向来是明明5点半，正如在那里送的。你熬上心夫非他放心啊！你看你阿生狗野车搭个公交车。小快蛋，他干啥么子呀？人家明明白东都要自家开车子送自家儿子去带学堂的，你冰冰嘛这个搭顺风车呀？搿也不是我，明显是你冰冰拖得来这有海车子。少年汉是爸爸妈妈没同意的。这买的吃泡子老少的福克斯，弄得来我来动物面前是妹子。哎，叫，做女人做的好，不是教的好。那谁非教本事像你宝宝一样的穷人家？我你搞什么子啊？你跟上你活个？还是以兵做穷要穷啊？你去寻那个娃哈哈的中青的做美药啊？哎，是太我啊！你看，娇人家不像爷爷的。怎么的？就许你摇一摇勾到人家妹子，就不许我摇一摇找高富帅啊？这是高级国际小名，那孩子这个真的。哎，娇，你多废，我这些爷，哎，种忙碌的么事啥也不想干，而且他推行啊，他作弊啊，谁那个里想？而且的上趟呢有个人哪是用啥个就爷的，爷，结果小红们分爷在外婆高也出来个奖给位，这个中人，哎，他非常大，你的。来头发没分起那也。哎呀，这个玩意米肉都不得了啊！哦，一件话来了。你认识啊？我认得个，海城侯中区第一高富帅，万事俱备，只等差遣。谁许了他不兴趣？人家有本事呢，开日够了不想想。喊就喊，有什么不敢呀？你好，我是住在你隔壁203的，你能在2分钟之内过来吗？看到没？这张手举动不太好了，我不会经常子来的。老王，我认得我了呀？耶，那是你呀，那个石头。我的姓名，你觉得弄错了吧？我哪去弄错你呢？是因为就收了黑的了，我能看。真的这个哦，民主，快，1分50不免，分单2分钟了。不得了，我真的是，刚刚从插起杯出来，
搿把说好的，这出去200个平方绑房子半年。200个平方我就区了，那真的还会个你的？200个平方，你知道他2点多少不给我？我帮你讲，你20的房子啦，哈巴拉全部拆光，规定高几百地面的啦。对吧？还跟阿狗一起吃了一半。拉菲了，路易13了，随便的地，谁吹出皇家礼炮嘛？阿哥把那来推发完呐啊！我在听这个后头我边浪向有几万地买海嘛，你现在还记不起来？还没。哎，丽丽啊，你说我冇本事呀？哎，我知道了，叫你来我这样走。来，我说的啊，那个人不要三个夜到的出去不香，我的身上拿个天，反正是伤风感冒是哪办？你还身上是都养人拿接待，一真是那个，你口袋不抢的呢？那个哥哥子那个，阿弄得来吃的。农夫还是那种的。你把啥？谁呀？哎，小李啊！哎，小李你好，哎，快点进来，快点进来。哦，谢谢。佳佳，给客人倒杯水。哎，陈老师，哎，咱们先拍个照，我发个微博。哦，好。好嘞，好，里面请，来，里面请坐。陈老师人漂亮，家里装修的也漂亮。哎，开呢？哎，王绿绿，你怎么在陈老师家里？这个谢林那是我谢弟兄。你不在家里好好反省，你又出来瞎逛什么？没逛，他把我摇过来的，你不信你问他。王绿绿，你是不是下午在我派出所里喝茶没有喝够啊？我警告你啊，你要是再用微信骗财骗色的话，中国劳教制度还没有废除。你是不是想做最后一个被劳教的人？自个不像微博、微信开心的来，我干呕了，真叫。王绿绿啊，你嘀里咕噜在说点啥？啊，没有，我是说李警官，你一定是在发微博宣传安全知识是吧？你吗？哎，等会儿我是对的啊！哎，赶紧起来，这个我进场。手最近的什么？哎，那个奔驰啊！什么奔驰？奔得挺快。你去窗口看看，他开的啥？又可以发微博了。